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过去传统歌戏、布袋戏内底，三国出拢真侪人爱看，因为三国一出头，中甲间分真明。尤其每一角头剧情拢真好看。你讲华阳道、关公放曹操，这嘛真精彩。尤其桃园三结义、老关张三个，安怎样强生动死？这款的剧情，互人看了真正心肝内会赞同、会感动。啊，毋若讲干那歌戏，毋若讲干那布袋戏，国正今日要招你同齐来开讲。过去的台湾歌谣，蔡启东先生原来捌采日本曲，Nagasaki Monogatari改写做《三国志》的歌词。照国情所在，社雷啦、饭水鹅啦，这个大官星拢捌管过这条歌，是真正迄度的歌。歌词记明讲2000年前汉朝衰微，军容分瓜占据，豪杰老辈，关公张飞，桃园三结义。三兄弟强生同死，抱负真大的志气。强心一致，愿父兄弟，关公父老辈，张飞关公父老辈。咱拢知影讲，三兄弟伫桃园三结义的时阵，忠肝义胆。过去戏出拢做讲，因就是啉火酒换贴。啥做啉火酒？你敢知？就是讲镜头春出来，用刀甲刮好一滴火。这面前一后酒，一人滴一滴落去，安尼你啉一喙，我啉一喙，安尼真正就像做将处义结金兰，不求当年同我同你生，但求当年同我同你死。毋过你若听五六天广告，伊会讲吼，镜头挂落吼，啉火酒换贴，这无心腹啦。啊，无就安怎样才有心腹？配烂换贴较心腹啦。啥做配烂换贴？共款一后酒来，咱莫挂镜头啊，莫安尼滴火啦吼，因为这买精知影。镜头滴出来会无烫心肝啦，规气酒后捧起来，你配烂我嘛配烂啦啦的一人啉一喙。当然讲这足无卫生啦啊，毋过这嘛台湾民间流传一句俏谈，讲配烂换贴的就对，讲出来互大家笑。毋过国情安尼讲，这条歌原底日本剧，Nagasaki Monogatari，这正是Nagasaki这个所在日本的故事，经过作词家改编变作民间传统戏剧的故事。Nagasaki Monogatari咧讲啥？咧讲17世纪的时阵，日本对西洋开放港口，当然就迄个西洋人来和日本的姑娘仔两个配亲，两个恋爱生出下一代。这个姑娘仔Jacqueline no Haru，这个女主角，伊伫咧思念伊遥远他乡异国的老爸，就是外口 Santa Cruz， 拿起这支圣十字架来怀念老爸。讲来到这朋友，你有感觉讲熟悉啊？熟悉无？无毋对。有专家咧研究讲，台湾民间流传足久的《安平对上戏》这条歌，咧讲思念想要见，只有金十字，互阮母亲做为记。无定就是参考这条Nagasaki Monogatari所写剧情歌词的过程啦。